接下来有人到我们的阿来出战了，来看一看本周阿来的备战情况。阿来，欢迎你进12强。我是阿来，改变自己。我看到其他学员都在很努力，所以我也要全力以赴。阿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长发和温文尔雅，很舒服。但是我们想通过这次的主题的改变自己，让阿来有内心的一种张扬的个性。我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，也是大家所没有看到过的我的表演。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。我们舞台上见。有请阿来带来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几点的风，你的灯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，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舍得我难过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谢谢阿来，谢谢阿来，也谢谢椭云浮。哇，两兄弟今天同台不应该叫较量，我觉得是互相用音乐在做交流哈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掌声支持通道现在已经正式开通了，支持他们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掌声。我知道韩红老师对他们两个一直都非常的欣赏，怎么来点评这一段表演？这个没法点评，让 Coco 来吧。伟忠哥好像还没说话。明白。伟忠哥先。我讲得很快哈，两位表演都很好。椭云浮，你的魅力十足，又调皮又捣蛋又可爱又幽默，但是你今天的歌曲的曲风还是 funk， 你没有改变别的歌曲的曲风，可惜了。你的魅力有时候高于你的实力，就是你的实力方面，我就可以多去尝试一些新的。阿来，你的实力高于你的魅力，你这首歌有改编，然后你把它有一点点巴塞诺瓦的感觉，改得很好，但是你魅力还要加强，你要想办法去环顾四周，把你魅力弄出来，不要输给椭云浮，不要输给我说我有话说。其实，在选这首歌之前呢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还是要这样？或许是因为我的出身的原因吧。因为我来自很远的一个西北，所以我更多的说是要改变别人的观念，就是这样。好，
听听其他老师的看法。Coco 来，我觉得佗云甫你有改变哎，今天就好像伟忠哥说的，我看到你是最 naughty、最调皮捣蛋的一次，我觉得非常可爱哦。然后我看到你跳舞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跳舞 ，James Brown 的感觉。阿来，刚刚呢你在唱的时候呢，让我很享受，你知道吗？要把一首歌唱好是非常难，要一首歌唱好又要有感情。那是难上加难，那要歌唱得好，又要感情，台下所有人都很陶醉。我觉得你今天你做到了，恭喜你！谢谢我们的老师们。那来各位，还有最后的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通道关闭。我们的4位老师同样的欣赏2位，两兄弟也互相欣赏。那我们的场外观众究竟更欣赏其中的哪一位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场外观众的参考掌声支持率，请看大屏幕。兄弟2个人非常的接近，目前佗云甫25.57比23.43，暂时领先一点点。当然，接下来你们的命运要交到场内400位梦之声观察团成员的手中，他们的掌声支持率加上之后，才是最终结果。请看大屏幕。50.56对49.44。要知道，一直是佗云甫领先，但是在最后的时刻，恭喜阿来逆袭！恭喜阿来进入全国10强。支持率差了不到1%。对，我觉得挺开心，因为我俩旗鼓相当了。好，佗云甫，你现在要回到你的座位上休息一下，好吗？来，好了，各位，现在呢，两边。